呢一件點解被譽為全泰第2格鬥片？古巴驕馬千人鬼兵系列。古巴驕馬最出名嘅法門就係傳統泰北控靈嘅法門。今日將會為大家介紹師傅最出名嘅聖物之一，亦都被譽為全泰第2格鬥片。無論喺泰國定係海外，都有極多靈驗事蹟嘅千人派粉系列。呢一個名稱係源自於古巴驕馬喺2544年使用咗超過7個大火葬場嘅派粉，經過師傅徹底嘅淨化，目的係為咗亡靈都可以獲得功德。曾經有泰國嘅善信佩戴住呢一個系列嘅佛牌，喺夜晚一個人出街嗰陣，鄰居居然見到有10幾個人好似保鏢咁樣跟住佢。當善信詢問師傅嗰陣，師傅回答佢唔使驚，佩戴呢一期聖物就會有無形嘅力量一直保護住你。佩戴呢一個系列，無論做啲咩嘢都會有力量幫助你。呢一個系列亦都係古巴驕馬唯一期嘅高濃度派粉聖物。手上邊呢一件係使用咗千人派粉嘅碌甕，中間塞入咗一支控靈符管。佩戴呢一粒碌甕可以得到全方位嘅幫助。而家手上嘅係被譽為媲美屈破鬼兵必打嘅千人派粉鬼兵必打，喺底部塞入咗一支特別嘅符管，可以令到聖物力量更加強大。呢一個肉質就係純派粉標準嘅肉質。如果你有見過阿贊奴鬼兵系列，相信對呢一隻肉質都唔會陌生。大家亦都可以仔細睇下，材料係唔會呃人嘅。有興趣恭請嘅朋友請放心，呢一期已經經過徹底嘅加持。當佢幫助你之後，你回向返功德俾佢就已經好足夠了。1年前我已經喺度推廣緊呢一期嘅聖物，亦都得到好多嘅反饋。如果你有興趣恭請的話，歡迎聯絡我。我係 Jack Wong，薩瓦迪卡。